愛係點樣㗎？愛係究竟我可以為佢做啲咩咯？我咁樣諗㗎，我覺得即係攬攬錫錫嗰啲算吧啦，咁大個人。唔得㗎，要㗎攬攬錫錫好緊要㗎。我真係唔識得點樣樣去攬攬錫錫。因為我男朋友即係唔係男朋友，我老公咧，佢都係屋企細路，但係都唔係好多係啦，身體接觸嘅。但係因為我屋企就多啲嘅，即係一定要出門口一定要錫一啖嗰啲，可唔可以培養呢個習慣？咁你而家一嚟做好恐怖。我係啊，點樣可以唔突兀咁樣去做咧？咁樣瞓覺開始咯，瞓覺之前錫啖開始咯，會唔會啊？冇啊嚇！點解啊？因為我哋錫隻狗啊！咩真係唔愛？係啊！蝦頭城情人副城四台巨星2025心靈自肥喜劇 FLDPK 肥男的拼勁，多謝支持，反應熱烈，現家開預28號晚上8點最後一場，絕不再加。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，票價798、598，即日於 Pop Ticket 公開發售。不怕少油少鹽，但可否給我一點甜？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。